封咗翻房門又白門啦，跟住之後幾日冇傾過偈咯。係啊，因為我直情試過鬧我爸係港豬啊嘛，真係有啊！真係有時真係好鬼谷鬼氣嘅，有時真係。佔領運動告一段落，所有嘢睇嚟好似回復翻原本嘅樣貌，學生繼續返學，商戶繼續營業，但係撕裂嘅家庭關係又係咪一切如常呢？喺珠海就讀新傳系嘅 Sam Choi，由9月22日嘅罷課開始，幾乎每日嘅凌晨都會喺金鐘留守，更加曾經試過衝擊警方嘅防線。因為屋企人同自己嘅政見唔同，所以屋企人都唔支持 Sam Choi 參加佔領。佢又表示，其實一直都知道屋企人嘅政治立場，只不過以前一直都冇一個引爆點。但係到咗佔中之後，就係令到啲嗰啲事件嘅立場就浮上面，因為有時可能食下飯咁見到有催淚彈啊，咁你要出去噶嘛，即係會出去支持啊，出去幫手咁樣。咁嗰一刻就係你嘅立場浮咗上面嘅時候，咁屋企人就自然就會反對啦，自然就會唔中意。被問到有冇試過同屋企人表達自己嘅感受嘅時候，Sam Choi 就話冇。通常好多情況都有時拗唔贏我啊咁樣嗰啲，咁就通常一拗唔贏或者佢講唔過佢就發脾氣啊。就算我爸媽都係咁。喺大家冇溝通嘅情況之下，關係點樣可以獲得修補呢？ Sam Choi 嘅爸爸就曾經試過了解自己仔仔嘅想法，但係每一次 Sam Choi 嘅回應同埋態度都好傷人。好好聲問佢啊，佢點答我啊？你做人就咁耐，你有冇試過走去遊行啊？你有冇試過走去抗議啊？雖然政見唔同，但係始終係自己嘅親生骨肉。作為父親嘅，仍然會以自己嘅仔仔為先。就算牙關開始打震